再来看桃园的粪扫费哦，目前是甲水费做伙定收。去年的10月，桃园的龟山阁有8到4个里试办粪扫，就爱用专用的粪扫袋啊，粪扫的量嘛有减少2成哦。环保局本地规划讲，后年的7月特别全面来使用粪扫袋啊，也毋过明年度的预算风太掉了，所以这计划只好先暂停。用专用的粪扫袋啊，底粪扫了后，等落粪扫车。桃园去年10月，伫龟山甲8地4个里试办粪扫的费用随地征收，粪扫的量减2成。环保局讲，民众的满意度嘛超过7成。原地按算后年2025年7月，全面推动粪扫的费用随地征收，成本1亿1700多万的预算。不过，煞去有机会删除。我们现在很多的市民们呢，针对要另外购买垃圾袋大家都很有意见。民众对于垃圾分类这一块呢，都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，因此我们希望桃园市政府要加强来做宣导，有充分了解之后，我们来实施。那这样的话，我相信效果会更好。议员认为民众对政策无了解，意见无同款，向公来执行恐惊无采人民纳税的钱，经过党团协商，拢同意删除。不过，为着防止新北市下届甲粪扫当去桃园，伫各界8地、龟山4个里推行专用粪扫袋的制度，也是依期办理。事先要有一个宣导期，还有一个试用期这个阶段。那这个阶段就是让民众去改变他的生活习惯。通常这个习惯都要到1年半到2年的时间了。针对预算去用删除粪扫随地征收的政策，国不理将大延后。环保局讲，在尊重议会前提之下，粪扫费用随地征收推动的工作，会搁做合理的规划。推动的时程嘛会久长，目前无一定的时间表，会搁甲议员好好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